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愛麗絲嘅 channel。今日係禮拜六啦，約咗表姐過橫琴度玩半日。佢人喺氹仔，咁我喺澳門，所以呢就喺馬國站搭輕軌呢過去會合佢。其實呢，我可以喺內港碼頭度坐船過灣仔啦，再搭網約車去橫琴嘅，又或者呢喺拱北坐車過去，幾種方法都得。喺呢一度呢，再同大家講多一次，因為每次都有觀眾問，咁我亦都可以每次將個資訊呢 update 俾大家知道。拍卡入閘呢，仍然淨係接受輕軌通同埋澳門通，咁佢哋兩個嘅收費呢都係一樣。如果要用其他電子支付呢，可以去到售票處度買，或者喺自助售票機度買車飛。馬國站呢一個月台呢，可以喺巴士站落車之後行入嚟，好似我而家咁樣。又或者呢，係從地面入閘經扶手梯呢落返嚟月台。時間差唔多係下晝2點啦，咁等陣間會搭到去蓮花站啦，再轉乘。平時基本上呢都係開2卡嘅車廂。好啦，大概15分鐘左右呢，我哋嚟到蓮花站。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？上次嚟呢一度影嘅時候呢，係啱啱開橫琴嘅輕軌線。咁嗰次呢，我係特登去到橫琴口岸啦，詳細咁影下每一種交通工具嘅分佈位置。所以等陣間到咗橫琴站落車之後呢，我唔會再重複去影㗎啦。咁未睇過啦，又或者有興趣嘅呢，都可以去返播放清單嗰個版面，揾返呢大灣區系列或者係珠海系列嘅影片。我哋而家行過去接駁橫琴嗰個月台啦。由於轉線嗰個月台呢，就唔係喺對面或者喺旁邊，所以呢一定要記得啦，唔好出閘，跟住指示行過去就可以。好耐之前呢，都曾經分享過同表姐一齊過橫琴。咁當時佢係送到我喺澳門嗰邊口岸度落車，因為乘客呢就唔可以跟車過。佢行返佢嘅車道過關，而我呢就好似平時咁過關一樣。當時過咗關之後呢，直接行返去上落客平台呢同佢會合。但係今次呢已經唔同晒㗎啦，因為而家係分開咗一個隨車人員過關嘅地方，即係好似澳車北上啊、港車北上一樣。到咗港珠澳大橋口岸呢，隨車人員係需要落車過關咁樣。時間差唔多係下晝嘅2點4啦。我覺得去橫琴呢，除咗係自己揸車之外呢，輕軌呢都係好方便，因為搭巴士呢所需嘅時間呢就會耐啲。咁我哋而家只需要搭一個站呢，就會去到橫琴站，而一出閘嘅地方呢，就已經係過關㗎啦。但係今次呢，我要去隨車人員過關嗰個位，雖然呢係已經有咗一段時間啦，但係我始終都係第一次行。所以呢，都想拍低佢啦，同大家去分享返。今集主要同大家分享一啲交通同埋過關嘅資訊啦。過咗橫琴之後，我哋會去邊度啦，同埋去邊一度食飯呢？咁我就會分開下集咧同大家分享。眨下眼呢，就嚟到咗橫琴站啦，好快好快。沿住指示牌行返出去，再揾下隨車人員過關呢係喺邊一度。仲有就係每個站呢都會有 lift 搭嘅，方便返一啲推住行李啊或者 BB 車嘅乘客。咁我而家就搭扶手梯上去啦。呢一程車呢，由馬國站去到橫琴站，咁拍卡嘅收費呢係5蚊。呢一度呢都有 lift 搭啦，或者係扶手梯上去嘅。咁其實搭 lift 就會直接啲，因為扶手梯呢要上2層。因為我再上周圍 explore 一下呢，先至搭扶手梯。
經過咗2層扶手梯咧，上到嚟入境層。如果係要離境過關呢，就必須要再上啦。而家呢，我哋上返去地面，同時呢，再揾下隨車人員過關嘅位置。呢度呢，有啲指示牌，行前少少睇清楚。見到啦，藍色嗰個指示牌，隨車人員驗放廳前往橫琴。咁上到嚟地面啦，啱啱好咧對住的士站。如果你唔係跟車，係平時普通過關嘅話呢，就係而家眼前呢一度上去離境啦。再睇下藍色呢個指示牌先，轉右行過去。咁如果你一直去呢，就會係巴士站嘅地方。咁啱呢，就喺的士站旁邊，離遠都已經見到啦。左邊呢係搭 lift 嘅，直去呢就有扶手電梯。咁我就搭 lift 落到下層，直接就過關，好快好方便。過完關出嚟呢就係呢一度。咁我已經見到表姐架車㗎啦，咁我行過去上車先。望返過去呢，就係啱啱過關出嚟嗰個門口。喺呢一度呢，順帶一提啦，橫琴口岸呢係兩地一檢，採用合作檢查啦，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，而且仲係24小時通關。仲有一樣嘢呢，就係間中有觀眾會問呢一個問題，就係呢橫琴口岸可唔可以用護照過關？咁佢其實係可以嘅，同青茂口岸嗰邊呢就唔同。咁今集嘅分享呢，嚟到呢一度啦，下集繼續帶大家呢去下午茶同埋晚飯，記得俾個 like 啦、share 出去同埋留言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〜